提到咧一個新嘅概念咧，就叫力嘅分解。咁啊，之前咧我哋咪講咗話兩個力加埋咧，咪 F1 加 F2，咁啊變成一個合力，係咪？咁而家力嘅分解其實就調翻轉，就將呢個合力咧就拆翻開做兩個力啊！即係其實呢個意思即係話咧，合力就係將呢個 F2、F1 就變成為咧一個力 ，OK， 咁呢個咧就叫做合力。咁啊，力嘅分解咧就其實咧就調翻轉啦，就即係話將一個力咧就變翻做兩個力，互相垂直咁樣嘅啊。通常咧互相垂直嘅，我哋唔會即係理論上就可以係唔互相垂直啦，不過我哋唔會啦，我哋一定係拆到互相垂直嘅。咁點樣去做呢個力嘅分解咧？咁其實咧就好容易啫，都係數學問題啫。嗱，譬如話舉個例啦，呢度有個力 F 啊，咁我想咧就將佢拆翻開做咧兩個分解嘅力，即係話拆做咧一個打橫，一個打直嘅力啫。係，咁我有時擺呢度嘅，有時咧我就會擺呢度啊，即係一樣嘅啫。啊，擺邊度都一樣嘅啫。咁當然咧，我一定有啲資料我知嘅，譬如話到底呢個力嗰個角度係幾多咧？咁樣我哋要知啊。咁啊變咗純粹一個數學問題嚟嘅啫喎。咁呢條邊咪就係 F cosine theta 咯。呢條邊啊，呢條水平呢個水平分量啊，呢個水平分量咪就係 F cosine theta 咯。咁當然咧就垂直嗰個咧就係F sin theta 咯，呢個就係垂直呢一個咯 ，F sin theta， 係咁即係話咧，只要我哋知道呢個量值，知道呢個嘅角度咧，我哋就隨時咧就拆翻開做水平分量，同埋咧就垂直分量嘅啊。咁樣就舉個簡單嘅例子咧，就係話喺呢本書第143頁啊，咁就係話有個車仔，個車仔咧。就俾一個力掹佢啊！嗰個力咧就係4個牛頓，咁佢唔係水平掹佢嘅，佢咧就同嗰個水平面咧就成30度。問題咧就係話想計翻咧呢個車仔所受嗰個力嘅水平分量，即係呢個方向嘅水平分量，同埋垂直分量。咁當然啦，就個水平分量咧，我哋咧就好多時咧都會。用啲比較標準嘅符號，叫佢做咩？Fx 嘅方向。垂直分量咧，我哋咧就當然啦，都會叫做 Fy 啦，慣咗啦啊。咁所以咧，你寫嘅時候咧，你可以用文字啦，水平分量啦。不過咧，通常咧，我哋都會簡單啲 Fx 嘅 x 係細過啲低啲啊，就等於咧就4乘 cosine 30度啊。咁你撳一撳計數機咧，就撳到咧就係3.46牛頓啊！咁咧你見到本書就好清晰咧，就寫明咧就向右嘅。咁嗱，我哋需唔需要寫呢一個咧？到時睇實際情況啊，有時需要嘅。不過有時咧你唔寫咧都可以接受，因為有啲情況咧都好明顯嘅。好啦，咁呢個就水平分量啦。垂直分量咧，咁啊 Fy 咯，咁啊照睇翻嗰個數學嘅問題咧，就係4乘 sin 30度啦，咁啊啱啱咧係等於2牛頓，咁當然咧就向上啦，向上 ，OK。